咱今仔上早开始要上的这个课吼，就是咱叫做台湾的语言的源流、演变甲特色。要介绍讲，咱普通日常咧讲的，这个台湾话这个名称的话语，吼，伊到底是安怎来？伊历史上有经过啥物变化？吼，啊，伊有啥物特色？啊，这个特色，就是要讲伊甲主要是要甲华语做对比啦，吼。因为咱台湾即马学校的教育主要用华语咧进行，啊，多数的人对华语拢较熟悉，啊，实际上台语甲华语有一寡差别，啊，咱来看讲，伊主要的差别是伫倒位，吼。啊，咱像伫台湾这个所在讲起吼，咱台湾的这个原住民吼，伊是叫做南岛语的民族啦吼，所以讲的话吼是咱一般称呼叫做南岛语，吼。啊，因台湾的这个南岛语族，伊毋是敢若一个单纯的族群尔，伊实际上内面有分做族的，吼。啊，基本上咱会当来做平埔族，啊，甲高山族，吼。啊，这两种族群，伊话语是有差别的。啊，实际上每一个族，就是讲平埔甲高山，伊佫毋是讲单纯的一个尔，伊佫有分做差不多有10种个，所以全部加起来吼，咱台湾原来差不多有20外种无共款的话语，吼。但是因为这个移民的关系吼，平埔族上早甲这个尾啊对华人迁徙到台湾的这个人。有来往、有接触、有通婚，啊，因为过去因遮人拢互叫做番，番是一个无好的印记，所以因拢无爱互人叫做番。用伙就是接受同化，同化就是讲伊向即个华人来遮个人，吼，去学因的话语，甲因讲共款的话，啊，讲我就是甲恁共款的人，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咧，遮个人慢慢咱即摆拢找着啦，吼。走去倒，咱在座各位可能拢有遮个统计，有诶就是同婚的结果，啊有诶就是同化的结果，吼。所以咱有一句话，我想大家捌听过讲，有长山公，无长山马。吼，咱过去拄则讲华南的移民吼，迁徙来台湾，来拢查甫，啊咱较早家叫做罗汉脚，啊有人知影啥物叫做罗汉脚无？因为因无钱啊。家己一个啥物叫做罗汉脚？伊有路无厝，啊，毋是要困的要困倒，走去庙诶困，啊庙有迄个罗汉，啊伊就困伫迄罗汉的骹下底，安尼叫做罗汉脚。吼，所以讲罗汉脚，伊就拢困伫迄罗汉的骹嘛，吼。啊，遮个咧，伊若想要娶某，要娶啥物人？娶在地平埔族的查某人。啊，过去平埔族伊是迄个查某人较有权利，较有一个伊诶所有财产拢伊。所以你若会当娶着一个平埔族，你变好嫁人，哎，因为你着继承伊的财产。所以有足侪人吼，讲哦，阮祖公啊，产偌大片，像阮太太就是安尼吼。伊讲伊较早有60家的田，我问讲啊，恁田对倒来？伊讲伊毋知影。啊，我想就是因祖公啊去娶一个平埔族的，啊了，迄个地就变因的，吼，安尼继承落。啊无你法度，要哪有法度？伊长山过台湾拢是善车人，好嫁人无需要来台湾嘛，吼，袂当生活，毋知要来台湾。找迄个一个会当生活的方法，哦，啊来台湾以后，台湾因为人口数无济，啊足大片的土地，哦，所以伊需要人开垦，啊上早是荷兰人引进华南的一寡有即个种植的技术的人来遮开垦，哦，啊所以因遐会当来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即个技术，但是因伫长山过去讲说长山，因无田通种，啊来台湾有田通种，所以要来。所以拢是善车人，好嫁人袂来啦，吼。啊，但是咱拄则讲的，就是因为即个接触的关系吼，即摆平埔族的话，差不多拢无人会晓讲。即摆有人咧讲因是，像讲即个宜兰遐讲做噶玛兰的吼，啊南部遐有讲做西拉雅的吼，但是基本上因已经拢无咧讲因家己的话啊。啊，即摆想要复话因的话吼，小困难。有南部即个有人讲因的话，就是甲毋知西洋南洋啦吼，啥物所在话真接近，啊因为因有文字留落来，因为荷兰人上早有记录，咱即摆叫做新港文书，啊即个文字有留落来，所以
你看文字啊，去甲真正话的话语去对的时，发现讲，即个文字甲迄个话语是有关系，啊，所以因就利用迄个，转来要甲即个话语搁叫互我，啊，所以开始有人咧学，啊，开始有人咧教，但是成果安怎咱毋知影，但是即足困难的代志。啊，咱台语即马世上嘛有即个危机伫咧，就是讲伫台湾吼，讲台湾话的人愈来愈少。哦，本来咱即个族群是伫台湾人口数上济，要将近80%，但即马咧，真正少年人要讲即个话人已经足少啊。虽然即马学校开始教，但是我大学内面知影，我大学内面也开课，开迄个台语绘画课，啊来选修学生吼，每一年拢有三四十个，但是敢若3、4个啊，讲了较好尔，啊剩的差不多成10个啊吼，小可会晓讲，啊讲了无真好，啊剩的有诶足济，根本就无法度继续讲台湾话，吼，所以你就知影讲台湾话，即马伫台湾咯，甲咱过去即个编报做嘅经验有淡薄仔像，因为去学别人嘅话以后，不爱讲家己话，吼，啊即个编报做是即马基本用了个，啊咱高山族嘅话抑佫有保存着，但是因为因伫咧山顶生活较艰苦，嘛是拢伊落山来找头路，啊结果若落山的人，因为话语拢差不多会消失。啊，即摆咱台湾足侪话语拢剩无几个人咧讲咧，啊，就算讲这抑佫有人咧讲，但是讲的人少的是，伊要佫继续的真困难，吼，所以这拢真危险，包含咱台湾话在内、客话在内，拢共款，吼，台湾的本土话语，即摆拢要死咧死啊，啊，人讲迄个原住民的话吼，已经是差不多死要了吼，啊，客话即摆伫咧即个家户病房。啊，台湾话吼嘛已经进入这急诊室啊，吼，所以讲在急救的中间啦吼，啊你若无紧甲救换，伊真正就无命去，吼，所以咱伫遮海外竟然大家抑佫有心要来甲保存这个语言，这足难得的，吼。好，咱来看第二个。好 question，经波数甲高山数迄面有恰字形的拢恰字，因为这拢有足侪族群的，看袂出来。即个族群无共款啦吼，毋是讲逐个族群拢有即个做法，所以袂当讲全面来看。啊，平埔族哪有赤面的？吼，啊，但是咱过去吼，因为平埔族甲汉人接触较早嘛吼，啊，所以因就算讲较温和。啊，日本时代吼来的时吼，迄人拢还佫足清楚，所以日本的迄个户口内面吼，伊有分做2种的原住民，拢家叫做番，但是你叫做青番，就叫做熟番。熟番就是伫较平地吼，啊，因有照规矩咧纳税。啊，就家叫做习惯。啊，若较悬的吼，还佫无啥无啥愿意接受即个统治的吼，会甲你作怪吼，迄就叫做青番。哦，所以一个青一个色。日本时代阮，但是到尾啊，慢慢吼，就一直愈来愈分袂出来。啊，到尾因为因有诶足侪人，因本来知影，但是无爱互知，暗藏身份。啊，伊就学你诶话，学你诶生活习惯，以后伊就无爱互人知影嘛。哦，因为这总是感觉讲。无面子的代志，啊，实际上，这族群无讲好歹啦吼，咱即摆的观念是安尼，过去的人伊无安尼想啊，吼。哦，就是安尼，所以阮的阿嬷拢有在听讲，迄个哪里啊青番。对对，讲无讲理叫做青番对啦，听话无讲理叫做青番，啊，讲你反地吧，啊，所以这拢是无好的。啊，实际上咱真正即摆有人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吼，抽台湾人血去检查伊的基因吼，啊，甲华人遐人吼，抽血去检查，你变成讲。你讲咱过去讲我是福建地区来，我是做讲我福建人，但是你甲福建人的血，甲摕来甲咱台湾讲伊是福建人的，迄个子孙仔的血比较伊是无共款，啊无共款原因是咩？就是因为有平埔族的血统入来的。中好像是跟这类什么不跑是好不太蛮无相。实际上，若真正用这个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就看会出来。你若去福建看，啊，甲咱台湾看，人毋是完全共款的人。哦，即有足侪无共款的角度，拢会知影讲，咱台湾人甲因遐人已经有无共款。吼，啊，过来就是讲，咱国民政府伫咧中国战败，啊，去用逼来台湾，啊来台湾以后咧，伊开始推行这个公益，但是伫即个进程咧，日本时代，日本人来是有做过人口的调查，吼，上早做人口调查的日本人，伊讲咱台湾哦，人口上济就是叫做福建人。吼，伊占要甲80%，吼，啊，佫来第二就是即个对广东来讲客气啦，啊，原住民等做煞变少数，当然就部分是同化啦，吼，啊，一部分就是讲，迄个伊本来人口就较少，吼，台湾人口较少，啊，所以移民慢慢就超过即个在地啦，吼，啊，
所以即个话语本来是咱台湾话语。咱即马拄则讲咱讲台湾话，伊原来是伫福建的即个闽南地区的人讲的话，所以过去传统上家叫做闽南语。不过咱有时会听到伊有无共款的讲法，对吧？咱有听人讲，即叫做河洛话，这叫做闽南话，还是漳州话，还是泉州话？实际上，这拢是同一个语系内面的，有共款的。但是个名称，像讲伊若去到南洋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准后人捌去叫遐，我讲，你若讲有甲咱差不多共款，菲律宾，菲律宾。但是你若问讲你讲迄啥物话伊甲你讲我讲的叫做福建话，所以伊嘛会使叫做福建话，但是话语会通是共款的话语，有淡薄仔变化，因为伫遐会受到遐的在地话语的影响，伫台湾咧有受到台湾的平埔族的影响，所以话语拢有小可变化，佫有日本时代的日本人的影响，所以这话语有变化，但是基本上是互相会通的话语。伊的名称足侪啦即个有人讲，咱应该叫做河洛话较好，但实际上学者研究讲河洛话，毋是咱即种人讲的话，真趣味的一个现象就是讲，你去看即个过去咧编书典的人准也是讲即种话的人，讲我即马讲即种话人编的书典内面拢无收河洛话即个词。日本人的书典头一遍收即个词，伊收即个词的是，伊讲即个讲法就是讲客话人对讲我即马讲即种话人的称呼，伊是有轻视的意思伫内面，看人无起的话，所以这是客人看咱即种人无起，爱甲咱合作即个名，讲咱是叫做河洛人，讲河洛话人。你若要知讲是毋是有影你去问客人，客人讲歹查某叫做福佬嘛，福佬就是客话讲的河洛，河洛查某就是歹查某。所以你知讲河洛安尼毋是好话，所以有个人要清楚讲咱要叫做名，佫来讲伊的台湾是啥物河洛这是咱无一定有道理的话啦，因为本身家己无即个讲法啦，咱讲即个话人无即个讲法啦，所以你去看单修，伊上早编一本迄个家己书典出来伊内面嘛无收即个词，伊感觉讲这毋是我的话，我无爱收，但是咱即马有真侪人要争取讲要家叫做即个名啦，有人讲即个名若要写字要写做啥物字？有人写讲这贺老才有家己来人做河洛，这是因为安尼有人讲，实际上伊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后壁迄个河了语，你看伊字有好字啊，歹字啦，对，生命了解。你看，实际上有人嘛不爱接受闽南语这个名称，是安怎？因为这个闽本身就无好，你看伊写嘛是门内面报一尾头，对无？本来伊嘛毋是字咧，伊上早原来正确的字应该写做野蛮的蛮，对，伊毋共款啦，野蛮也是讲闽南的蛮。拢是念做闽，伊就讲恁遮野蛮人，就甲咱讲反共款的意思。所以咱就知影讲咱的来源即个所在本来嘛是，互汉人当做野蛮的所在，这人叫做野蛮人。但实际上咱的话语是来源足复杂的啦，咱啥物会讲？咱即马因为即个名称的争议即马教育部是家定做闽南语，伊本来是要家叫做闽南语尔，但是阮一直家争取讲袂使，爱加头前加台湾。所以爱加台湾闽南语，你若要叫做闽南语，等于我接受，阮上爱的名称叫做台湾话嘛，台湾语嘛。但是伊讲袂当，是安怎？台湾话足济，客人伊讲我的话嘛是台湾话，原住民讲我的话嘛是台湾话。台湾即个土地顶面出一人，大家拢要讲伊的话是台湾话，要怎分得出来？一定要有一个分辨。阮好，你要分辨，但台湾袂使讲摕掉。所以有一段时间本来要甲即个话语叫做闽南语就好，但是阮反对的结果，阮即马希望头前加台湾。所以即马伫网络顶面一个书店。伊的书店的名称叫做台湾闽南语商用书店，所以即台湾人还阁留咧。因为咱无管安怎，咱的话甲福建遐个人讲的话已经无共款，咱有受到一寡其他的影响，咱家己发展，所以咱发展出来话语毋是福建闽南语，所以咱袂当接受讲咱的话就是叫做闽南语，安尼甲伊无分嘛，其实都无共对无？前面要讲就讲咱即个。台湾话内面有保留足侪即个古代汉语的语音伫内面。咱若要去对会当对讲伊是对即个黄河迄个所在传出来，好，咱来看一下。即个福建即个地区原来大个人咱拄仔讲就是互人当做关仔的人啦，咱莫去管伊啥物族啊。咱即摆去看，还可以通看会出来讲，遐有足侪即个遗迹，讲即个所在人原来伊毋是。
咱一般传统讲的即个汉人，伊是另外一个族群的人，吼，越族的人，吼，即个伫福建传承，就咱来看一下。啊，咱知影讲历史内面知影，原来南方甲北方是无关系的，因为秦始皇上早伊统一中国的时吼，南方还佫毋是管，吼，啊，但是伊慢慢向南，吼，来到福建即个地区，伊就讲这嘛是我的土地，但即个所在离中原足远啊，伊实际上管袂着嘛吼，所以伊虽然讲伊有建立一个什物伊的即个统治的中心，但实际上伊无法度通真正真有效来统治即个所在。到汉朝的时吼，伊嘛无法度，所以就安怎，伊就讲我甲你封做王，才来甲你封两个王，互恁两个去打，安尼你袂来找我的麻烦，吼，这是伊的做法。啊，到尾啊吼，伊有强迫一寡即个所在人吼，先选去其他所在，这是中国过去的上手段啦，就讲有一寡甲伊无共款的人，伊无爱互伊有伤大的势力，啊，所以伊要甲伊分开，所以甲伊迁徙去迄个较向北的所在去，吼。但是在地遮人吼，抑佫用因的话在讲话，吼。啊，有一寡北方的人，因为军队吼要来统治这个所在，所以伊有派一寡军人来，啊，所以伊遐人来，甲在地人相人的结果。即在地人学因的话，但是因的话语嘛揽入去即个因人教因的话内面，所以两种话就收揽。啊，即个上早即个咱即马讲的即个闽南语吼，伊上早迄个型，所以有汉语伫内面。汉语是变做伊顶层的话语，但是伊底层的话语就是即个原来即个所在越族的人的话语，所以即两种收揽。啊，咱即摆汉语内面吼，咱即摆一般拢学即个北京语对无？北京语实际上伊嘛收揽的，伊的南的方法甲咱无共款。伊是原来在地是汉人，但是尾啊北方的其他族群入来，就是咱知影讲上早就有胡乱华嘛，过来有蒙古人，过来有即个满族，啊，因遮人来以后，因拢感觉即个汉文化较悬，因要来学即个文化，但是因的话语本来甲伊即个话无共款，啊，学伊的话以后，伊的话语有揽入来，但是伊学以后学即个汉语，伊嘛佫走音去，所以咱即摆去看古早的册吼，古早的话，迄个有种册叫做文书，就是。要写诗的人，伊爱知影要押韵，押韵爱知影讲倒几字共韵吼，啊伊家己做伙吼，咱发现讲，若照这文书来看，咱家己去念吼，较下这个文书的这个分类。啊，你用北京语去念就袂下，是安怎？因为北京人伊本来话较简单，蒙古人、满洲人甲日本人是共一个语族的，啊日本话咱知影伊音足单纯的，所以伊要学别人的话时，有一寡音伊学袂准。啊，咱要会看一寡特色，就是讲咱台湾话也有。客话嘛保存，广东话嘛有，但是北方的话拢无起来。像我咱举一个简单例吼，咱讲心，吼，咱讲真心，这两个韵无共款嘛。但是若到华语讲真心，变成两个韵，拢是啊，咱是一个啊，一个啊，这个的音伫迄个北京语就无，因为这个伊对因来讲袂晓，因为本来无这种音，所以学袂起来，所以到即马这个音拢袂晓讲。所以咱即马教囡仔发现讲，要教这个音囡仔较困难。知影讲，即个音是较困难的音，啊音就拢学袂晓。像咱讲十，吼，啊若你甲听迄个即摆少年囡仔讲10箍，伊喙就合起来。啊你甲看华语内面10块，伊嘛无合喙，伊袂晓讲啊，伊袂晓讲10这个音，吼，伊就来拓文音讲10，吼，咱讲10全10美，这伊拢无起来，吼，伊就是讲伊的话是甲迄北方的话人，啊咱的话是汉语甲南方的话人。但是虽然毋过咱保存汉语的古音，啊因的这个离古早汉音，已经愈来愈远去，吼，这是大的差别。个人来看一下，哇，伊这字拢放伫这电脑拢，伊这嘛会改呢。好，我紧，虾米这个林老师吼，伊会甲咱教这罗马字哦，咱来看这罗马字较清楚，因为伊这。无了，我毋知影拄则无试，所以伊迄个无 Unicode 嘛，所以迄个R创字差无要紧。我后者我换我的电脑就无这个问题。好，伊讲咱即摆才讲就是讲，即个汉人吼一直向南迁徙对无？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北方一直咧战乱，啊，所以嘛足侪人逃难走来到南部，啊，所以南方的人甲北方人迄个斗阵的机会愈来愈侪吼，接触愈来愈侪，啊，通愈来愈侪，啊，所以话语一直咧变。所以有一寡讲法吼，是迄个像讲，即马咱讲即个上海即个附近的人吼，因甲南方的人较接近嘛。啊，咱来讲迄个三国是迄个东吴啊，就是伫迄个所在建立的嘛，迄个吴国，啊，因遐人来，所以咱台语内面有一寡就是
因遐话留伫咱台语的，像讲咱讲人，实际上华语的即个人咱台语无叫做人，咱台语若要讲应该叫做人，咱即摆讲的人就是即个五字留落来，所以讲咱台湾有足地名叫做啥物青澳，哇，苏澳，迄个澳嘛是迄个最海一个湾叫做澳，像讲咱甲迄个浮萍叫做漂，甲迄个较水较汤的叫做虾，即个手黄的黄，这个拢是即个五字留落来，搁乌白的话，像讲树叶的叶，即字若是汉语是念做叶，咱人姓叶，讲搬，垃圾甲搬者，暗过来暗，这是对即个乌白的话留落来，所以即个江南的即个汉人伊慢慢就变做即个原来福建地区的即个上大的族群啦。但是伊甲在地人小南结果伊的话嘛，人伫即个两种话谈做伙变做一种新的话语出来。好，咱来看下上尾即个东调的时因为佫有战乱所以佫有人入来，所以无共款的人入来。咱台湾话受着无共款的时代汉语的影响，所以咱定定发现一个现象，讲咱台湾话一个字几若个音，像咱讲林，咱伫台湾有人讲姓林的林对无？但你讲竹拿、树拿是念做拿，这叫做文白音，就是讲无共的时代留落来无共款音。恁感觉文白音来讲是文音较古的音，还是白音较古的音？一般拢会感觉讲是文言音那是较古，实际上毋是，白话音较古早。是安怎嘞？因为古早音留伫咱的口语内面，尾来音留伫倒位？留伫读册音内面。读册音古早读册拢读文言，所以读文言的时都爱用迄个文言音来读。文言音就是尾来北方人教咱的。咱讲话音内面是即个白话音，像讲咱讲像讲咱讲。新妇，即个阮新妇的妇，若文言若做妇人、妇女，这妇是尾来去甲北方人话，因讲妇，咱因为袂晓讲这个唇齿音所以讲做妇。即个古早是无唇齿音的，清朝伊个学家研究讲古早的语音的特色就是无舌上音、无清纯音，清纯音就是 f， 这种音古早无，咱台湾话嘛无，所以咱的话较像古早话。过来，无舌上音，什么叫舌上音？就吱吱吱这种，咱台湾无，咱台湾话袂晓讲的，所以咱的话是较古早的。咱有即个文白音，有足侪像讲飞，咱讲飞，鸟仔咧飞，这就是叫做白话音，这较古早的音。咱尾学迄个北方人讲飞，咱变做飞，讲飞行，这是去向北方人尾才佫学来，所以迄叫做文言音。好，咱来看，第四个，好。咱来看讲福建的即个闽南语的即个变化，早期开发较早是泉州，所以上早的闽南语是泉州话做代表。但是元朝以后咧，漳州伊慢慢发展起来，所以伊慢慢就比即个泉州更较老点。所以漳州话伊的地位就愈来愈悬，所以两种话变做差不多同款的地位。到明朝尾啊，到清朝初年的时候，因为较西洋开始有来往做生意。有足侪人要去做生意，伊就爱来一个港口来做生意，所以用足侪对漳州、对泉州的人因拢迁徙来一个福建的海岛叫做厦门。厦门就变做有泉州人、有漳州人，这两种话就相人。所以人讲，这个厦门话叫做漳州漳泉人，漳州话甲泉州话南做伙，南做伙结果就变做种新的话语。因为伊有两种话语的特色，所以大家听着较亲切。因为我听嘛敢若甲我有共款，你听嘛敢若共款。所以伊变做一个套代表性话。早期伫台湾广播电台咧播音的时，主要拢是用即个闽南话咧做标准。所以你看早期咱迄个教会因有留一本即个书典一个外国人叫做 Douglas 一编的书典咱尾来改翻做夏音大词典即内面伊记录的就是厦门话，因为伊感觉厦门话就是即个地区有代表性的话语伊即个音是听着大家较会接受的变做一个。共同话啦福建地区的人讲即个闽南话人的一个共同的话语。实际上嘛毋是干那伫福建有人讲闽南语，你伫广东迄个潮州汕头，因讲话嘛是闽南语的一种，一腔无共款，话语互相会通。所以咱过去捌看过一个古早戏叫做《单三五年》，
这单3个5娘吼，一个是潮州人，啊一个是迄个泉州人，啊结果2个当谈恋来，表示因的话会通，若话袂通，谈恋来有困难，吼、所以伊即2种话是互相会通的，啊遮个话吼，就是尾啊，像讲咱对来讲，海外有真侪人用，泰国有足侪人讲即个潮州话，啊你若去马来西亚，也是即、个新加坡，你听因的话内面有一寡迄个潮州话应用，佮潮州话本来就是闽南语的一种，吼、所以文理是会通的，吼、像讲我有一遍去汕头。我就去讲问咯，问讲我这边遐用，我就讲来讲，我这边遐用，啊毋知你去倒，你会当甲我报？啊人伊听有无？伊佫甲我讲，你直直惊我倒边就看到，听有无？嘿，你直直听讲，你直直惊，所以伊的话是甲咱的话是共一种话，腔无共尔。啊，但是你若去福州就无共款，福州话甲咱完全无共款。咱讲佚佗，伊讲骹溜，啊你听有无？无可能听有。啊你若去潮州讲佚佗，啊咱听有。佚佗甲佚佗差不多共款。哦，啊！你若讲卡里文完全无共，所以话语吼，咱知影讲即个伊的分布是真偌好，就是啊。到明朝尾年吼，福建有即个海产吼，因为做海产的人吼，袂使光明正大嘛，伊要转去福建，迄个明朝政府家掠，啊本来有一段时间伊去日本人本来毋知因是海产的时阵，伊做生意人，啊佫接待伊，到尾来发现讲伊是海产老板，啊所以伊无路通去，想要走来台湾。所以上早来台湾的，就是这个海产。嘿，吼、啊，历史上定有人，即摆中国跟你讲历史，讲哦，自古以来台湾中国的，我袂讲的啦。因为上早来是海产，毋是政府，政府无来过。中国政府无派军队来过台湾，上早来是海产，吼、因伫遮做根据地，吼、啊因若风雨较大，袂当出海，因就住遐，爱当种植会当啥，吼、啊若天气较好，就出来去找看有机会通抢咯，吼、啊身体较好的出去做即个海产，啊若较袂晓收拍的吼，就留伫遮咧种植，伊嘛需要食饭啊，吼、所以有人种植，啊才有法度通补给，吼、啊所以在上早是安尼。啊到尾啊，咱知影讲，即个尾啊荷兰人来，吼、伊来占台湾的南部，啊过无偌久，即个西班牙人嘛来台湾，伊伫台湾的北部，啊但是迄个荷兰人伊较早来，啊伊嘛伫台湾较久，因为到尾啊，经过一段时间了后，伊就向北去甲即个西班牙人赶走，啊所以伫台湾有一段时间是荷兰人咧统治，啊即荷兰人因毋是敢若讲伫遮咧爱台湾的资源啊，当然是因的目的，但是因伫台湾佫有做另外一项代志，就是讲因去教原住民，主要是南部的即个原住民吼，讲恁的话语吼拢无文字。啊，我教恁要怎写，所以用 ABC 去教。啊，所以咱拄则咧讲的迄新港文书，就是安留的。所以就是用这罗马字，罗马字就是 ABCD 吼、去记录在地即个原住民的话。啊，这个记录落来就是咱即马，你若有去过即个台南吼，去参观因个古迹的时候，有时去看因个赤坎楼对无？啊，赤坎楼顶面有一寡文物展示，啊，伫文物你看讲，伊有一种珠玉，啊，这珠玉吼，一边上汉字写的咱看有，啊，另外一边用 ABCD 写的咱看有。迄 ABCD 是啥物？迄就是，毋是荷兰文哦，迄就是在地即个地古族的话语用罗马字写出来，嘿，迄就叫做新港文书。啊，荷兰有足侪即个文献，拢是记录在地话，像讲圣经吼，因有即个新港文书的翻译，吼啊，足侪即个基督教的写的咧传教的资料，啊，佫有因在地人的即个话语的即个书典编出来，吼啊，因内面的一寡生活记录啥，迄拢是安尼，吼。所以上早的咱台湾上早的文字，就是即个新港文书，吼、啊，迄、个尾啊，咱知影讲，郑成功来，甲即个荷兰人赶走，吼、啊，建立一个新的即个王国伫台湾。但是咱知影郑成功因爸仔囝三代伫台湾时间无偌久，吼、因为经营了无讲真好，啊内面佫有一寡无未好的所在，所以叫清朝知影以后，清朝派军来，就甲台湾占去。啊，台湾即个带兵来吼，迄个大将军姓施，啊，伊头仔吼，即个伊要来的时吼，去到台湾前后一个港叫做鹿港，啊，这鹿港的人吼，因听讲有一个姓施的大将军带兵要来拍台湾，因讲因若来吼，啊，咱遮台湾人就清惨，所以因就想一个计计讲，咱改做姓施吼，安尼。伊若知影讲咱甲伊共生，可能就撩咱一下。所以鹿港姓施的人足济，但听讲古早鹿港啊，
相拄的是讲，啊你姓啥？我姓施吼，伊就讲啊你真施啊假施。吼，因为要真个话假。吼，我刚人死了了。嘿，啊，佫有一个讲法，讲鹿港死了了，啊社头烧一半，因为社头足侪姓萧的，所以鹿港死了了，全死，全姓施，啊若社头就烧一半，有一半姓萧，吼，所以这是趣味的啦。讲因迄个有迄个啊，足侪人姓迄个姓啊。好啊，咱知影讲，尾啊，迄个清朝来统治台湾，啊，伊有海禁。伊无希望真侪人来台湾，因为台湾人吼无啥乖，定定反抗，吼定定作乱，所以伊无希望台湾真侪人，所以有海禁。但是海禁有效无效？因安怎？迄当咱中国南方逐散起来，人伤济，土地无够啊，过去拢靠种植嘛，啊你无田通种植，要安怎生活？所以有足侪人要来台湾。咱拄则讲，有一句话叫做台湾钱银卡啦，吼，讲台湾足好趁食，因为土地足大片的，啊人真少，伫迄个时代。吼，所以足侪人要来，吼，啊，就算讲政府你袂使提嘛要来，吼，真危险伊嘛要来，吼，咱知影讲大海足困难的，吼，足危险的，但是嘛要来，吼，就是讲因为台湾叫法拢好食，啊来以后，来毋单单讲福建的遐个人，即个广东迄边嘛有人来，因为即两个所在离台湾较近嘛，吼，所以有足侪人来，啊来以后咧，福建迄个客话迄边咱即马就不爱讲，因为迄毋是咱的主要要讲的部分嘛，咱要讲即个。咱个台湾话吼，即个对闽南地区来的人吼，有诶对即个泉州地区来，有诶对漳州地区来，啊来以后搁南一遍，咱拄则讲伫厦门搁南一遍，伫咱台湾搁南一遍，啊咱台湾即马基本上会当分啦，有诶地区是较偏泉州腔，有诶较偏漳州腔，像讲鹿港就足明显诶泉州腔，吼，毋是真正泉州腔，讲偏泉州腔，啊若其他诶所在吼，有诶就较偏漳州腔，一般来讲外海诶所在吼。啊，拢较偏转，所以咱有另外一个讲叫做海口腔。啊，若较外内山的所在吼，就叫做内部腔，就较我这漳州腔。啊，咱会有即个分布，当然一方面是来的时代无共款。泉州人伊本来就是外海的所在，伊较早来。啊，漳州人伊较晚来。啊，较晚来迄个海边较好的所在，拢用漳州，所以伊后来高发展。但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即个泉州人吼，因本来就是外海，所以因讨潭就靠海较好讨潭。啊，若漳州人咧，因就靠山，所以因种植拢爱靠晚山较好种植。啊，佫有另外一寡人吼，叫做迄个泉州遐有一寡人叫做安科的，啊，因为照因的讲法，咱叫做安科咯，安溪啦吼，因拢是种地，所以来台湾了拢去找山顶种地。所以有一寡泉州人，因毋是住海，因是住山，相反因种地啦。所以你若去台湾，像讲即个目沙吼，人讲平啦，我讲平啦，因讲平啦，吼，照因的腔，啊，甲即个石子，吼。啊，阮客人乱，伊遐足侪拢安溪来，像咱即摆的即条做三甲，吼，迄拢安溪来。啊，因讲的话嘛是有另外一种特色，吼，啊，咱连也讲，啊，就是讲因甲原来因在地，原来还未来以前，因住啥物所在有关系，因为要过因过去习惯的生活嘛，所以尔。所以伊的即个话语伫台湾，慢慢搁人，啊，咱即摆人的结果就是变做有一种叫做通行腔。啥物叫做通行腔？讲大多数人感觉即个腔较常听着，吼。啊，话就变做较少数咧讲的，抑佫有人咧讲，但是人无遐济啊，所以咱一种新的腔口出来。啊，咱即个话吼，毋是伫咱台湾讲尔，吼。咱台湾以外，咱即马台湾所管辖的所在，像讲平湖、金门，伊嘛是讲即个话对无？平湖人、金门人嘛讲咱即马即个话，吼。啊若福建南部本来就讲即个话，广东的咱拄仔讲潮州汕头讲即个话，海南岛嘛有人讲即个话吼。南洋地区，像讲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吼，遮个所在拢有人咧讲即种话，吼，咱拄仔讲菲律宾嘛是有，吼，啊，所以即个话语伊范围真宽啦。啊，我会记有一遍，我伫银行咧办代志伫台湾，啊，头前迄个人吼，去到咱台湾遐搁来排队，即种抽牌啊，以前有，啊，排队的时候，伊去伊讲英语，啊，迄个柜台迄个人就，我毋知要安怎讲袂通，啊，伊忽然间改话，伊就讲。咱像台湾的对吧？啊，迄个人甲伊讲，啊，你著晓讲台湾的，你哪会毋较早讲？伊讲我讲的毋是台湾的，伊讲无你讲啥物？伊讲我讲福建话。啊，因为伊就是对南洋地区来，所以伊感觉伊的话毋是台湾话，伊的话叫做福建话。啊，但实际上话语是有人会通的。好，咱来看就是啊。好，咱来看讲咱台湾话吼，咱拄则讲收纳以后有一寡特色出来吼，啊，特色有一寡，还佫有一寡差别，就是讲基本上咱有一寡无共的所在，像咱。台湾话内面吼，像我讲写字，吼，有的人，若台北人吼，有一寡较偏专腔的所在人，伊就讲写字，伊讲写字，
吼，所以伊的字甲离开的离变做共音字。啊，我是有分的，吼，我讲绕，啊伊讲聊，吼，绕绕变聊聊，吼，所以伊的腔会无共款。啊，佫有一寡伫咧中部以南的吼，对中部一直向南到屏东去吼，有一寡人吼，即个音伊嘛毋是字，嘛毋是字，伊是字。我讲若写字，伊就讲写字，吼，甲姓字的字变做共音字。咱讲绕绕吼，伊讲绕绕，伊讲绕绕。哦，伊就变做另外一个音调，所以咱讲自然，啊，伊讲自然，哦，所以伊迄个来台湾这是较特别的即个精神精神吼。另外伫台南吼，有一寡所在吼，咱台湾讲菜，啊也变做菜，种菜讲种菜，哦，这是关庙遐附近的所在，伊有即个特别的腔，哦，所以人讲，啊你要去倒位，讲我要来去买菜，毋是讲买菜。吼，啊！你买啥物菜？讲我买红菜。啊，佫有一个音吼，伊嘛会讲做，像咱讲吹，伊讲吹，吼，所以人讲啊，你佫有买啥？伊讲我买人参，啊，伊讲人参，我就是讲人参有三种，较细的人参吼，200-300块，你逐工洗吼，会使洗咧3-5年。啊，若中的人参吼，500块，啊，你逐工洗吼，洗咧6000年。啊，若大人参吼，一个真千块。啊，毋过吼，你逐工洗，会使洗一世人。吼，嘿，伊讲所以讲做水啦吼。这是声母方面，声母方面差别无真大，主要是这尔，啊，其他就拢听袂出来有啥物差别啊。啊，那文母方面吼，咱有一寡较大的差别。像我有的音吼，就有的所在，像我讲台猪，吼，迄个猪肉，啊，有的所在讲猪肉，啊，有的所在讲猪肉，讲鱼。有人讲鱼，有人讲鱼，吼，野猪来食饭，爱讲野猪，所以有3种，吼。过来，像讲即个对，有讲像讲批鞋，有讲皮鞋，吼，啊有讲壳鞋，吼，啊讲我讲底，伊讲对，吼，我若讲尖，伊就讲粘。啊，讲接伊就讲杂，吼，讲果接伊讲果杂，吼，所以有遮个无共款的所在。过来就是即个我讲坐，啊有人讲坐，我讲来坐来讲来坐啦，啊讲底底讲倒倒，吼，有无？捌听过这无？吼，伊即种的腔，这是较偏传统腔的。啊，咱即摆较优势的腔就是 A 吼坐底，啊因是坐倒，吼。过来，咱台语有变化音吼，有的所在有的分别，像我有讲破病，吼，啊有人是破病，讲肉羹就肉羹，所以伊的文内面吼，伊拢敢若有无即个文，所以我若讲青青是讲青青，但我的青有2个意思，一是青色的，吼，啊无啦，我是会分种青甲青有分，啊即个菜真青甲菜真青是有分，但是若即个较偏专口人伊就无分。所以讲菜真青的是，你毋知讲是很新鲜还是很绿，哦，伊有即2个无分。啊，我就有分，我讲真青是很绿，啊，若真青是很新鲜，哦，所以有的人有分，有的人无分，即2个也变做一个分。哦，过来就是央甲央，即个一般咱优势腔是央，哦，但是若即个较偏专口的变央，所以若台南来，才有台南来啦。是毋是？恁台南讲，羊、伤。走伤紧，吼，啊，一般人讲走伤紧对无？吼，所以伊即个是台南的一个特色，啊，这本来是较偏漳的腔，但是伫台南吼保留落来，吼，即个腔保留伫台南，其他所在拢无，敢若台南地区，实际上毋是台南啦，向北吼，嘉义一直到云林拢有人安尼讲，啊，向南吼，有一部分的高雄人嘛是安尼，吼，但是主要的中心就是台南，台南人基本拢安尼，所以台南人讲，阮台南人讲的拢无腔。啊，这就是因的腔，啊，毋过伊感觉伊无腔，因听台南人讲伊讲的惯势，啊，所以人咧讲笑讲，即个腔的特色就是讲，伊讲花香加姜尻川酱，应该咱一般人讲花香加姜尻川酱，吼，讲校长拌花香，讲校长拌花香，吼，所以伊有即个特色。过来吼，另外一个腔的差别就是即个甲换。吼，咱你讲即个分吼，若伫宜兰你讲换，
咱讲酸酸，伊讲酸酸，咱讲软软，讲软软。讲伊昨昏请我食饭，食迄个饭内面是配即个咸菜，迄个咸菜是软软味，佮酸酸酸。迄个什物物件是食着安尼软软软，所以这是迄个宜兰腔啦宜兰。佮另外一个就是，咱台语有一个文叫做咱应该是讲，咱莫去讲迄学出的名，咱讲，像咱讲蚵仔甲乌仔这两个是有分嘛北部的人分发迄蚵甲乌，拢是喙较圆，但是迄个开喙的大小无共款，蚵喙开较细，乌喙开较大，蚵乌。但是若南部，你若去南部对家己向南去因拢毋是讲蚵，因讲蚵，因喙就无圆变扁扁，蚵仔，我讲蚵仔，但是南部人讲蚵仔，所以讲蚵仔煎，伊讲蚵仔煎，所以讲咱讲拿刀来切桃仔，毋通去切着刀仔。你若叫高雄的人讲，伊讲拿刀来切桃仔，毋通去切着刀仔。安尼讲会使无？你若讲你倒呀，我会讲伊是高雄人，毋过伊家己讲伊讲我高雄人，高雄。我是讲高雄，伊讲高雄。所以听出来讲，无共款。过来就是较少的所在就讲中华永靖参尾原林遮人因有一个特色，因本来原则上讲因原来是讲客话的人不过因去遐以后，因为因的人口数较少，迄当阵伫台湾上早是无共款族群互相的抢土地会相拍、相杀。本来是迄个漳州甲泉州相拍相杀，尾客人嘛斗入来拍。因为客人较少，伊搬去遐以后在地甲因较晚的是即个漳州人。因两个拢较少数合起伊就较袂较少所以合起来对抗即个泉州人。所以遮少数的客人，尾仔就去对即个漳州人讲漳州话。上尾因的话，因即摆遐人拢已经袂晓讲客话毋过因的因讲的即个台湾话内面有保留一寡较先客语的特色。所以咱若讲英，因就讲 N， 咱若讲丁，伊讲丁。阮太太就是参尾人，伊讲的就是安尼。我甲伊拄熟悉时，我讲伊讲话哪会怪怪。伊拢讲边边练练，人讲眼前的鸡仔边食着练练点点，伊就是安尼。咱是讲眼前的鸡仔边食着练练点点，讲即个阮也接，伊讲即个阮也接。讲德国的立德真有特色啦，叫阮太太讲伊讲，德国的立德真有特色。听出来差别无？迄就是迄个另外的所以有即种的，即个甲咱无共款的腔。所以你若有机会迄个永靖参尾有一个叫做公路尾。你若去遐佚佗，你去听遐在地人的讲话，真正是讲即种。佫有一个另外就讲因定人话后壁会讲一个话啦台湾咧佚佗话，来食巴拉话，迄是因的特色。好，来读。语音的特色，除咱拄仔讲的以外咱台语有一个落声母，这是华语无的，北京语无的。即个音就是即马少年囡仔要学台语是有困难，因为伊开始拢讲华语是要学即个音就真困难。就讲我，伊讲我，伊袂晓讲我，我伊讲我，我是外国人，就讲我是外国人，就讲我伫外国银行上班，讲我伫外国银行上班，伊就无迄个音味，伊恁讲袂出来。即恁讲袂出来，有时会造成误解，就讲囡仔胖起去，伊讲做囡仔胖起去，意思是无共款的，听会出来无？囡仔甲囡仔是无共款的意思。所以有人咧讲就讲有4个囡仔伫路外咧行，厝边看咧讲，恁4个要去倒？伊讲囡仔讲，阮4个要来去收水。阮4个要当去收水。本来应该讲啥？阮4个要来去收水，会变做阮4个。佫另外一个就是，咱讲跳舞，开头一个音，就华语讲跳舞无所以足侪囡仔从即个音袂晓讲跳舞，伊讲跳舞，应该跳舞才对，舞这嘛是一个落声母，像讲。遐有一间庙，伊庙歹讲，伊讲遐有一间庙，变做庙甲咱即个是无共款，伊华语讲庙，所以就照华语的声母去讲，遐有一间庙，袂晓讲遐有一间庙。阮也知影这个错误咧，因为我不时咧做即个演讲比赛评审，一个囡仔上台演讲时，这音拢会讲毋对的，伊拢会像咱拄则讲迄种错误出来，所以这就讲，这个是咱台语的一个特色。
过来咱的片音的韵尾吼，咱拄则讲过吼，咱的片音的韵尾比即个华语较复杂。就是华语敢若两种片音的韵尾，吼，是讲音，因为的因，甲英国的英，吼，一个一个即两个伊有，啊是讲安昂，吼，一个一个这是听起来四音实际上是两组尔啦，一个结尾，啊一个结尾，伊敢若即两个尔。咱台语佫加一个吼，所以咱就讲音英有三个，啊华语敢若两个，啊即个音就是因真困难的音，啊即个实际上像英语内面有嘛，吼，所以咱台湾人若讲台语来学英语学即个音就较无困难，但是你若袂晓讲台语的人吼，伫台湾啊讲华语人，你定若发现讲伊咧学英语时，伊有一寡音学袂晓，讲 I don't like him， 伊讲 I don't like him， 伊喙袂发开。啊，台语有无问题，讲翕嘛，还有即只翕，要会晓讲翕，要来讲翕就无困难啦。讲 What's your name？ 爱讲 What's your name？ 啊，电台内面咧播音嘛是定定拢讲，即个电台是 AM， 爱讲 AM。